高雄市桃湾区的长期林外道路林业署有设置来野生动物的优先通道哦，毛远坑连野机来记录，有翕到未这个动物哦，嘛发现讲这个动物是拢真巧，知影会当来利用这个通道，咱做伙来看卖。 跋落伫水沟内底脏水鸟，爬伫网仔亲像咧爬楼梯。现场网仔就是林业署特别替动物设置通道。早期这是林业区为着减灾设置排水设施，煞无注意动物的安全。因为排水沟甲集水井拢是水泥的正骨，常常发现有野生动物跋落去，无法度爬起来。林业署屏东分署就利用木材、网仔等等简单的材料，替动物起做生态优先通道。道路甲边坡排水的安全。 所以有设集水井甲环上的一个排水沟来减轻这个边坡的灾害，但是呢，因为常常有动物跋落，无法度爬出来的状况。 动物生态优先设施其实伫今年就完成，林业署沿线设置10来点，会定期检查网仔敢有破去，也是有需要修补。因为今年开始放翕相机，目前有翕到脏水鸟、台湾高山仔等等小型禽领动物，帮助因会当顺利离开。有录到讲伊有伫遐利用，伫遐咧食用这个网仔，也是这动物坡道伫遐咧食物件这个状况。沿线的部分，阮有设差不多有16位的一个动物改善的一个设施，阮即马监测的时间差不多有2年。林业署已经监测2年，目前动物使用的效果是袂歹。林业署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现有动物出现伫道路上，爱减速和应先通过，千万莫去搅扰。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